你好，劉堯社區工作室，我係姚國威議員。我係劉國雄議員。咁大家見到咧，我哋又喺區議會呢度啦。今日召開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啊。咁喺會議上面咧，我哋都傾咗，譬如錦田一帶嘅交通道路設施嘅問題啦。咁仲有咧，大欖隧道實施咗易通行之後咧，大家見到都多咗地方可以改善咧嗰個巴士轉車站嘅設施喎。咁仲有傾到一啲共享單車啊，或者一個智能嘅單車泊位嘅設施喎。係啊，我哋咧2018年咧區議會咧都去過日本嗰度考察㗎，咁都睇過咧相關嘅一啲智能泊車嘅一啲設施啦。咁我覺得咧都值得咧引入喺我哋香港入邊咧去使用過，尤其咧喺我一啲嘅鐵路站側邊啦。咁呢一個設施，我相信咧係可以改善到咧我哋一啲違泊嘅情況㗎。係啦，咁大家如果對於社區上面嘅交通問題有咩意見嘅話咧，都歡迎向我哋區議員反映啦。我係姚國威議員，我係劉國雄議員。請大家咧記得係支持、讚好同埋分享我哋嘅工作喎。多謝你，拜拜。